消委會同機電署合作測試市面10款家用 LED 燈泡，發現得5款光度嘅抗跌能力比較理想嘅咋。其中 LKKM 呢一款型號嘅燈泡，燈光效率最好最慳電，但係而家家居燈泡嘅燈光效率就最差啦，只係得 LKKM 嘅一半。至於呢一款陽光牌燈泡啦，幾個樣本着咗3000個鐘頭之後，光度大跌超過30%。其中一個樣本着咗2000幾個鐘頭之後，直頭熄咗，比所聲稱嘅3萬個鐘頭相差90%啊！如果佢喺嗰個聲稱嗰度咧，如果佢響大部分嘅呢啲樣本咧，喺好短期裏邊已經係全部失效啦，令到呢個燈泡。咁佢嚴格嚟講咧，如果佢聲稱咧係話有幾多小時，有幾萬小時，或者佢響達到某一個使用時間，佢嘅光度仍然可以保持到原來嘅光度，或者係唔會切超過某個百分比咁啦。但係佢嘅聲稱咧係唔能夠做到咧，佢就係有可能會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嚇。而各本燈泡樣本着咗3000個鐘頭之後，只係得一款仍然維持原來嘅光度，其餘嗰啲光度就比原先下跌1.3% 至28.2%。首先現時咧業界冇一個好清晰嘅指引咧，去講一個 LED 燈泡嘅壽命嘅長短係如何去釐定嘅。咁唔同嘅生產商咧，亦都有唔同嗰啲方法嚟去預期個燈泡個壽命長短。